在公园国小考勤班学生的音乐表演之下，春联挥毫庆新春，甲顶北学堂新国展正式来揭开序幕。活动即天，议员陈一丁、洪玉凤、沈振东以及真侪北区的里长，拢来到现场祝贺。同时，为了加添年节气氛，主办单位北区公所特别邀请侪位书法老师现场写春联，和民众索取。希望大家拢当喜气洋洋来迎接新年，就很有那个气场呐。对，因为老师就是他这个字都，一个字都有合成起来，就是比如说什么日日是好日，对，然后就还蛮特别的。今日的活动除了敬送春联以外，嘛结合顶北学堂学习成果展，就由活动的平台和参与学习的学员作品，有了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在玉皇宫的境内吼。学校拢是真幸福的啦，咱注意对咱的文化教育嘛真重视，所以讲，伫咱旧年开始，伊就一直来支持着咱北区有一个正北学堂的一寡课程，互咱真侪好朋友拢有机会来遮参与着咱义务研习的活动，所以伫咧遮嘛代表着咱北区的居民，阁有咱有来参与着咱的课程的所有好朋友来甲咱玉皇宫做一个感谢。所以咱做时代的学生人，非常的重要的讲品爱教育，甲咱以身作则教育。借这个机会我再一次感谢咱今仔在座这书法家啦，这各行各业比咱迄个重点比较来带动这个社会人文的提升的下参与者，非常感谢大家。顶北学堂今年总共开设19堂课程，学员人数299人。为了鼓励学员勤勉好学，特别将勤学奖颁发给王秋梅、林燕玲，好学奖李颠真、丁郎。开基玉皇宫嘛十分支持北区公所的活动，一期连续2档赞助学员报名学费，就是希望民众会当多多参与这个优质课程，让北区的民众在身心灵上拢会当得到满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